待機按鍵用於停止所選擇的功能，進入待機。Rice 點擊按鍵用於製作米糊。Food 點擊按鍵進入副食功能，可選擇 meat、fish、fruit、potato。Stir 自動攪拌，點擊按鍵進入自動攪拌功能，手動攪拌。待機狀態時長按按鍵開始攪拌，鬆開即停，最長12秒。Steam 點擊按鍵進入蒸水功能。加熱杯中加入120毫升純淨水，將刀盤放入食物杯中，倒入200毫升水，再放入50克米。蓋上蓋子，點擊 Rice 按鍵進入米糊功能，默認時間50分鐘。加熱杯中加入120毫升純淨水，將刀盤放入食物杯中，倒入適量水，再放入適量食材。點擊 Food 按鍵進入副食功能，再點擊 Food 按鍵。可循環選擇 Meat 25分鐘、Fish 22分鐘、Fruit 20分鐘、Potato 35分鐘。加熱杯中加入120毫升純淨水，將刀盤放入食物杯中，倒入適量水，再放入適量食材。點擊 Stir 按鍵進入自動攪拌功能，默認時間3分鐘。長按 Stir 按鍵進入手動攪拌，鬆手即停，默認時間12秒。加熱杯中加入120毫升純淨水，再放入適量食材，不放水。點擊 Steam 按鍵進入蒸水功能，默認時間12分鐘。無任何操作後，機器開始工作，將食物杯取出。取出食材，倒入適量純淨水和食材湯汁混合，加入50克米，啟動 Rice 功能，食物更滋味。每次使用前後，除主機外，其他可拆的部件可用水進行沖洗。杯蓋密封圈可拆卸清洗。產品主機禁止進入水中清洗，只能用濕布濕紙巾清潔。為防止加熱杯內產生過多水垢，請盡量使用純淨水。若水垢已經產生，可使用小白紅檸檬酸清除劑進行清潔。每隔1個月應為本產品清除1次水垢，以保證其工作效率。